大家估下我哋去邊度？3、2、1，有把標誌喎。香港賽馬會屯門工作騎術學校。今日人不去騎馬。我要坐定定，聽指示。石箱。黑頭套。大頭。來三斗。同學都好合作，好乖呀。教練，但我做得好，好合作。搞掂。大合照，等待教練分組，跟住指導員出發，聆聽指示。先摸馬，認識馬。呃咗你啊！呢隻馬灰色㗎。好，耳仔喺邊度？我摸下佢，我捉住佢，然後摸下佢，耷低啲個頭。喂，摸下佢。佢隻耳仔有冇你隻耳仔咁大啊？佢大隻過你耳仔啊！好啊，攬下佢。乖喎。大球區，佢騎馬，我覺得好好玩，勇敢。今日去所嘅馬，我覺得好開心。隻馬好快，驚大鑊好熱朋友。係收人。飲墨水啊！只學在有啊。好啊。